創世記第6章，人的邪惡。當人開始在地面上增多，又生女兒的時候，上帝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隨意挑選，娶來做妻。耶和華說：人既屬乎血氣，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。然而他的年歲還可到120年。那時候有巨人在地上，後來也有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，生了孩子。那些就是古代的勇士，有名的人物。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大惡極，終日心裡所想的盡都是惡事。耶和華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遺憾，心中憂傷。耶和華說：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獸、爬行動物，以及天空的飛鳥都從地面上除滅，因為我造了他們感到遺憾。只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。挪亞造方舟，這是挪亞的後代。挪亞是個義人，他在他的世代中是個完全人。挪亞與上帝同行。挪亞生了3個兒子，就是閃、含和雅弗。這地在上帝面前敗壞了，地上充滿了暴力。上帝觀看這地，看啊，他敗壞了，因為凡血肉之軀在地上的行為都敗壞了。上帝對挪亞說：在我面前，凡血肉之軀的結局已經臨到，因着他們，地上充滿了暴力。看啊，我要把他們和這地一起毀滅。你要為自己用歌帆木造一艘方舟，並在方舟內造房間，內外都要抹上瀝青。方舟的做法是這樣：要長300肘，闊5法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面要做天窗，向上一肘。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。方舟要分上中下3層。看啊，我要使洪水泛濫在地上，毀滅天下凡有生命氣息的血肉之軀，地上的一切都要滅亡。但我要與你立約，你同你的兒子、妻子和媳婦都要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的動物，每樣1對，1公1母，你要帶進方舟，好跟你一起保住生命。飛鳥各從其類，畜生各從其類，地上的爬行動物各從其類，每樣1對，都要到你那裡，好保存生命。你要拿各樣可吃的食物儲存在你那裡，作你和他們的糧食。挪亞就去做了，凡上帝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樣去做。